身為開心果控嘅我，今日要教大家整成日排隊先買得到嘅開心果燒餅。我只能講呢個真係超級好味。想知道點整嘅，記得一定要留意到影片最後啊！準備保鮮袋，然後倒入開心果同埋白芝麻，跟住大力咁樣打碎，再碌一碌，然後倒入個碗裏邊，再加入開心果醬、白砂糖同埋牛油，攪拌均勻備用。準備李祥和糯米粉倒落個碗裏邊備用。將清水倒落個煲裏邊，用中火煮滾，然後落白砂糖煮到完全融化，再加入菜油煮滾，糖水趁熱倒落糯米粉裏邊，然後用筷子快速攪拌，再搓成粉團，然後平均分成5份，跟住將粉團搓完，然後壓出個粒位，再包入開心果餡料，跟住慢慢咁樣封口，搓完再壓扁，放上個盤裏邊，熱鍋落油，再放入燒餅，用細火將燒餅慢慢煎，煎到兩面金黃就可以噶啦。最後放上開心果碎，再壓一壓就可以上碟趁熱享用噶啦。留言話俾我知你仲想我做啲咩爆紅嘅甜點啦〜